可以有很多位，但有一位一定不能少的，这一位就是这一位可以让我们跟他有合一的关系，以致我们可以有永远的生活啊。你们还是前面Maybe we'll make the millions, have ourselves some children. Oh, what our love could do. Maybe we'll live in Vegas or a house with picket fencing. Oh, what our love could do. If I got you, babe, you got me. There ain't nothing we couldn't be. From you, one to year 52. Oh, what our love could do. Maybe we'll pick up fishing, start a family business. Oh, what our love could do. Maybe we'll find some best friends or a dog named Fred and Nancy. Oh, what our love could do. If I got you, baby, you got me. 可以，那天是他们有2个，蛮跟你讲，这个谁，那个叫什么名字？小桃子的哥哥叫什么？小桃子的哥哥我已经忘记了他叫什么名字。他跟我讲说他已经邀请4个朋友上来，我看他今天有没有邀请。大家觉得这样怎么样？啊，对对对，乐，你们觉得呢？还是说我们上个礼拜说，对啊，他要报名啊。你乐没有报名？乐乐有报名，乐乐有报名。好，谢谢。我们是觉得那个什么，就是这种比较大奖的，如果说直接这样保送的话，好像其他人就是那我来参加看看这样子，因为毕竟想要就是一个机会嘛。那我觉得如果说他们就是有邀请他10个人的话，我觉得可以说就是有神秘小礼物。那神秘小礼物的话，我觉得比如说像我们这礼拜日有剩那个牛蛋嘛，剩2颗，原本说10颗嘛，那我们下礼拜也可以发10颗，那剩下的那个扣打就可以留下来，然后送给这个有邀请的人这样子。但是神秘小礼物不要，神秘小玩具就不用说是什么。有邀请进来那一次有10个人，包括10个以上，这样对，就可以直接送这样，直接送那个牛蛋可以。好 ，OK， 那就这样，因为我们时间已经过了，好不好？好，那还有没有我没有讲到的？好，那请问世谦牧师是不是在你方面讲话呢？可以啊。好，那请你来带领我们祷告，结束祷告。好，谢谢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个
Taking mornings slowly, waking up with the sweet sound of the birds, reading books and sipping coffee. I forgot how much I love getting lost in words. It took us a while to get here. It took the world falling apart, but maybe we need to take a step back to remember how lucky we are. It's like time's falling asleep in the afternoon. Sunlight's keeping us warm. Against our will, we're finally sitting still and savoring the days before they're gone. I wonder how it took us this long. Spend our evenings telling stories and playing games like we were all kids again. Sitting on the front porch laughing, it's gotta be the finest medicine. It's like time is falling asleep in the afternoon. Sunlight that's keeping us warm. Against our will, we're finally sitting still and savoring the days before they're gone.怎么那么多玩具啊？啊，你不知道吗？这些都是江南教会要送给大家的今年的圣诞节礼物啊！这么多？真的，而且不止这些哦，现在台面上已经放满满了，还有很多隐藏的玩具没有放出来。该不会后面那把刀也是吧？这把当然也是喽。江南教会这次2022年圣诞节礼物真的超级大方的，给大家看一下这把有多大。哇，抽中！啊，而且它还可以发出声音哦，雨随天远音柱的大刀。嗨，我是美味蟹堡。嗨，我是阿月。在今年的12月啊，从12月1号到25号，每天星期一到星期六的晚上8点，我们都会在线上跟大家一起直播开箱这些玩具哦。然后礼拜天啊，非常特别，中午12点，我们会在迦南教会现场开箱，超级期待的。每天都会抽出1位幸运的观众朋友，然后可以将我们开箱的玩具带回家。哇，这太厉害了！这期间呢，其实是待降节。那什么是待降节呢？大家应该很好奇，其实就是在圣诞节准备的前夕哦。这前几个礼拜都是要待降节，前4个礼拜呢，将会点这个紫色的蜡烛。为什么要用紫色呢？象征着庄严跟尊贵。然后每一个主日呢，点的蜡烛分别是象征着希望、信心、喜乐跟仁爱。第5个礼拜将会点上一个特殊的白色蜡烛。那它就是象征着基督是世界的光。除了每天都有圣诞节礼物之外呢，我们还会有牧师给我们的经文哦。经文真的超可爱的。哇，真的好好奇牧师怎么把这些人物角色、动漫相关的背景跟经文结合在一起，感觉会非常有意思。因为你要知道，每一个动漫角色它里面的意义都非常的深。那请大家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哦。我们12月见，拜拜。拜。
嗨，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圣诞欢乐颂。开箱惊喜圣诞礼物喽！我是美味蟹宝，我是阿月。今天呢要来开箱一个影片中没有出现过的隐藏版的公仔哦。噔噔，是谁？武藏悠人。武藏悠人。哇，刚看到他的盒子啊，我就觉得他非常的帅，可能是因为黑色吧，然后黑白相间。然后我们现在看他封面，就直接是我们主角的造型，有点那种战斗的模式，然后整个眼神啊非常的认真，对。然后旁边呢是它里面的造型，对。那这一只啊很特别哦，它是有这边有后面可以有这两个角色。这两个角色啊，就是剧情里面中的东堂葵跟花玉。没错。那它很特别的是在于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旁边这个，它上面有两个像树枝的角，然后它这次啊，就是利用它的这个能力，然后可以散发出这个树枝做成的地台。那我们等一下可以看得到它实体，所以它这个下面这个地台啊，就是利用花玉它散发出的那个战斗模式，然后制造出来的一个结合的方式，我觉得非常的酷。那这一盒啊，里面是没有其他角色，它就是以那个虎杖悠仁为主角。没错，对。那我们非常的期待里面。那这个盒子啊，我觉得就是像我自己有时候如果在买公仔的话，其实我会蛮注重就是盒子的造型，有时候就算不拆，然后放在旁边，我也觉得蛮特别蛮好看的。而且我们有时候发现就是有些公仔就算不拆放在旁边，有一种潮流的感觉，我觉得会非常酷。对，所以我觉得我自己蛮喜欢这盒子的，就这样整个黑色，然后有点神秘认真的那种感觉。那我们现在就直接来看我们的本体，看看它这次组装哦，对，它这是组装的哦，我们来看看它组装的感觉是怎么样吧。好，它组装的话就是这样子啦。这一只虎杖悠仁，还不记那个昨天有来我们这个教会现场的朋友们，大家是不是有发现？它的地台比较特别，像名人啊那些，它其实一般都是做这种就是圆形的那种黑色的地台哦，但是它这个有专属的这个环境造景，造景，它这个就是它动漫里面所呈现的那种树根，然后它因为它是被人为做出来的嘛，所以说它那个动态感哦。就是它突然这样做出来的，像海浪的那种感觉都有做出来，这样啾这样子。然后虎杖悠仁呢，他就有点这个跳在这上面，那它衔接的点呢，就是在这个树根这个有点小腿这边啦。所以给大家，我稍微拔下来给大家看哦，这是我组装的，有吗？它后面有一个小卡榫，然后这边，这样给大家看一下卡榫，然后这样子，这样斗上去，这边有小凹槽，对不对？很好组装。它其实就分这两个部分，然后我们的虎杖悠仁就这样子悬空在上面，超级帅的。我觉得这样拿起来也很好玩。然后平常这样子玩一玩之后啊，玩完之后再把它放回这个地台上面就好了，很可爱。然后它的这个整个动作啊，而且我觉得啊，你看，因为它因为地台的关系，所以说稍微人物上面比较小了一点点，但是呢，它的那个涂装啊什么的，我觉得真的是超级棒的。可以看到它荧幕这边不知道看不看得清楚，你看它的脸啊。超级像的啦，超像的，有没有？他虎杖悠仁的那个斑纹啊，跟他的眼神都超级棒的。看他的头发有没有一粒一粒、一颗一颗的，跟那个动漫里面这样画，你在画画过程中的那种那叫什么？线条感，对的，线条感真的都有呈现的很棒。然后还有他最喜欢穿的那个帽 T，对帽 T， 就不知道为什么他就会喜欢穿那个帽，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就随手就穿了这个帽 T， 还有这个招牌的红色鞋，是吧？很帅。然后而且他很特别的是什么？它的鞋底啊，这样看，拿个光啊，鞋底也有做出我们平常穿的那种样子。对，就是那个鞋纹。对，一般的有些公仔它不会做那个鞋底哦，它就是这样平平的。可是它连鞋底的细节都做得非常到位。你看它这样子，几乎是没有任何的角度是不好的地方，对吧？真的很棒。那个悬空感，而且我个人真的是很喜欢，就是动漫角色啊，他在做这个，比如说武打动作，或者是这跟剧情推动有关的一些意义动作的时候，他把它还原那个时刻暂停，再变成公仔的上面，你会觉得好像哇，我把那一刻给暂停，然后可以放在家中，对，一直看着它，对，时时刻刻可以看到哇，
这就是我当初怎么得到的，就是那个意义，有吗？就会带给我们不同的那种感同身受。有时候我们就是会这样，就是不管是有什么东西，你就会对某些的东西会有一些感情，就是这种感觉，这样子。好，那接下来，那我就实际的给大家看看这个组装上去的感觉。哎，那组装上面不是鞋子哦，是他的小腿这边，然后这样稍微轻轻的压一下，有没有？蛮简单的，很简单。然后，这样倒着，这样子吧，这样也很稳，有没有？很厉害啊，这样不错。对，而且虎杖悠仁，我觉得他的个性非常的，真的是可以算是完美了，真的是舍身为人，然后朋友牺牲，对，然后又很热情，又很热心助人开放，对，他完全就是不太会有那种自卑的想法，然后很有信心，然后去为他人做事情，也为自己去争取一些就是好事情这样子，所以很多人都愿意帮他，我觉得是非常的热血。对，那我们接下来呢，就交给我们的牧师来分享今天的经文跟虎杖悠仁的一些小小的故事。Hello， 大家晚安。哇，这个虎杖悠仁哈，他真的是，我希望他能够成为我的好朋友。你们想成为他的好朋友吗？他好像很强，对不对？他真的这个毫无畏惧，而且你有困难他是全力以赴来帮助你那好想得到他。我们等一下要来预备一下。想一想在你的生命中有没有哪一位朋友，他为你就是无条件的帮助你，他还甚至愿意牺牲自己然后他可以跟你有很好的关系的不只是好朋友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我们的姐姐帮我们预备今天圣经的话语里面说的什么好吗？好，今天的圣经里面的话，他就告诉我们有一位让我们只要相信只要愿意相信他，我们呢就可以跟他有一个很合宜的关系这合宜的关系就叫做让我们可以成为义人，还不只是好人义人有什么用呢？当然有用当你快要死了，完全死翘翘，再也没有办法复活的时候，这个义人出现了，就可以帮你替代你死本来是我该死的，他愿意替代你死。哇，这个真的是比这个悠仁还厉害的悠仁最多只能为一个人死结果这一位义人，圣经里面写的这个义人，让我们成为义人他也是神的义就是让我们只要愿意相信他这有一个好消息我们呢就可以得着生命，永远的生命了就永远都有他来救我们。哇，这个好朋友大家想要有吗？我是很想要有啦这个比那个悠仁还厉害。所以我们现在过圣诞节，就是在讲这一位为我们将来要长大跟我们一样，像小孩子一样被出生，长大之后是要为我们死，替我们死。本来是我们该死的我们被罚，因为我们做错事，但他却要替代我们死就是这位耶稣基督他也是我们的好朋友。好，那今天我们要把礼物送出去了想要得着礼物的啦，请举手。才几位？我先看看有没有超过3位。有超过3位吗？有哇，持续增加中，那这个很困扰呢。好，这样子好了，我刚刚有说我们呢重新手放下来，这是那个按的手不是举这个手重新放下来等一下我们的同工哥哥姐姐帮忙看谁先按那个手，所以请你现在要先放下来，现在先放下来，可以吗？现在先放下来还有玉珍跟那个都先放下来预备先放下来。在你的这个生命中有没有，就是你的过去的经验里有没有好朋友是愿意为你赴汤蹈火，甚至为你付出生命代价？有吗？很厉害。好，3位了好，哪3位？前3位请问大家有看到吗？刚刚有看到吗？我们的同工请回答我。我有看到尤雅婷先。好，来我们请尤雅婷请先分享，举手开镜头要开镜头，因为我们要录影，我们等一下就会放我们得奖的影片。请同工预备昨天得奖影片。
好，请说。嗨，我受伤的时候，我同学会带我去保健室。哇哦，这个朋友真的是好朋友，对，他没有顾着玩，对不对？啊，好，我们可以知道他的名字吗？你好朋友林依晨，啊，你好幸运啊！你是不是他的好朋友？嗯，好，谢谢你的分享啊。好，第二位，刚才第二位举手的是真的，许玉珍，玉珍，许玉珍，或者是许玉珍的家人吗？请开麦克风跟镜头。嗨，哎，hello，嗨，我们讲好不好？请回答。我自己讲。好，好，哦，说赶快啊！我在学校被骂的时候，同学会帮我分负担。帮你负担哈。你在学校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可不可以再讲慢一点哈？在学校发生什么事？发生什么事？很抱歉，因为我们刚才没有听打架的时候，会帮你哦，会帮你一起打，是不是？你们是为什么事情打？因为他很撞我。撞了，所以要把他打回去，这样是吗？你觉得这样对吗？对啊，这个讲这样子哈是叫做帮倒忙呢，对不对？帮倒忙哈。好，那这个是你愿意为你付出生命，愿意陪你一起的哈，但是他是帮倒忙啊。对啊，好，你等一下，让你再想一个，还是妈妈来讲？你讲。好，妈妈来讲可以吗？妈妈来讲，要讲妈妈的。对，好，因为我之前就是有在国外念书，那我那时候的朋友就是我台湾朋友就一个，所以我们都互相帮忙，就是在很多时间或很多状况的时候都会互相协助、互相帮忙。因为在国外一个人的时候，其实很怕就是有落单或是有一些状况的发生，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一个朋友可以一直支持你，然后当你发生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能够帮助你，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助力。谢谢你的分享，真的呢，人讲出国爱靠朋友对吧？哈，在外地，在外面要成为要有朋友来帮你，你也一定也是成为他的好朋友啊，对的，帮助哈，对，朋友就是这样，很好。好，第三位，请问第三位刚才是谁举手？我们的吴同学，吴同学上午，嗨，你已经开镜头了。请同工把它点亮一点，把它定住。请分享，开麦克风，请同学把它说。好，请说。就是有时候之前那东西没带的时候，他们都会借我，然后有遇到困难，他就会帮我解决。哇，真的是好朋友。那你会帮他们吗？会。请问我可以知道他的名字吗？曾市长。可不可以慢一点，讲慢一点？曾市长。曾市长当然太好了，恭喜你，你有一个好朋友。你怎么帮过他？你有帮过他吗？你怎么帮他过？对啊，作业不会写或是什么东西没有带，我也可以帮他。太好了哈，好。恭喜你有机会跟我们一起抽奖哈。好，那亲爱的大家哈，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之前有曾经一起上来过哈。我们的方式就是会跟今天的主题有关，那么你要有任务你回答了我们也会录影，会成为明天我们得奖的影片哈。那我们现在我请问我们同工预备好给他们抽签吗？会从这3位达到任务的人来抽签那我们同工预备好了吗？还有昨天的得奖的影片我们也要放哈。好，我们要预备大家来预备抽签。哇，有名字好，预备，准备要祷告的现在正是要祷告的时候到底上帝要要赐给谁？谁最需要？他一定会知道谁最需要哈。好，预备好，请同工开始。
哇，雅婷，哇，我们还有机会哦，上午还有差一点点，对不对？差一点点啊，还有玉珍哈，差一点点，我们明天每天都有机会哈。雅婷，我们恭喜你，你要不要把镜头打开？Hello，恭喜恭喜！哇，你跟上帝求，你说你都没有得过奖，现在连续2天你都得到奖，对不对？所以上帝很爱你哦，对不对？你救我一下，你救我一下，你救我一下，你救我一下。你要不要发表一下感言？哈？我会乱掉了。哇，这是很兴奋吗？耶耶！欢呼的表情，耶！好耶！好，那我们今天这个抽奖就到这里，我们要接着我们要看昨天的还有前一天的得奖的影片哦。那我们约定明天晚上几点？8点见啊！现在就可以开始祷告了。祷告，我明天要的那个也很厉害。我要大声上帝会要给你最适合的，不是你自己最想的，是最适合的。好 ，OK， 然后我们来看影片，大家再见，明天见。谢谢，拜拜。干嘛？干嘛？怎么了？哇，有看到你们自己吗？昨天得奖的。刚才音乐牧师忘了讲一件事啊，怎么办？有人已经下去了，就是从今天开始，如果你有邀请10位同学上来你可以标明，到时候说，谁是你邀请来的10位，那天你就可以除了一起参加这个特别任务以外，你就可以得到一份神秘的礼物，好吗？那我们大家晚安，早点休息，明天要有精神上学哦，还有上班哦。好，明天同一个时间再见，拜拜，上帝祝福大家，拜拜。Hanging lights on the front door. It's my favorite time of year. Pull a wreath out of cardboard. It says everyone is welcome here. Grandma's frosting the cookies. She waves at night. 亲爱的同工 ，Hello。